5月21號星期三晚，跑馬地安排咗9場夜馬舉行。頭場6點40分開跑，谷草用斯蘭作賽。斯蘭過往嘅特色係排中內檔較佳啊，前次1至5位就有優勢，長途留得太後嘅就不利嘅。本台仍然未有呢個盈利廣告嘅，請各位掃描二維碼請我飲咖啡，多謝各位。另外喺轉賬説明嗰欄填入閣下嘅電話號碼。星期三初時有一兩陣驟雨，大家留意下場地。馬會暫時係掛緊好地牌嘅。第一場4班1200米，呢場我中意嗰隻7號啊，新力陽明論騎，最後跑5場谷草1200米，攞咗1個第2，2個第3，輸俾頭馬都好近嘅啫。馬 keep 住有好狀態啊！配腳1號寶駿，10號盛世威風，6號有色光輝。第二場5班1650米，呢場我中意隻12號無敵精英，陽明論騎嘅，最近跑一場1650米，全程喺3、4位，翻到嚟跑第3，輸2個馬位。賽後北上從化特訓咗13日啦，星期日快跳，火氣唔錯嘅。配腳有7號朗日雪風、4號威威父子同埋11號型到爆。第三場4班1650米，呢場我要8號神驅馬靈做膽，梁家俊騎1、2、3磅排第3位。神驅馬靈4歲馬，最近跑咗2場谷草1650米，後上攞咗1個第2，1個第3。最近一仗跑1800米就跑第4啊，輸個人馬位。星期日快跳，馬有火有力啊，可以坐位望贏。呢條片係4月16號，谷草1650米，紅色箭嘴指住嗰隻白帽嗰隻啊，神驅馬靈，追翻嚟都係落後4分3馬位，攞第3。咁第8場我要8號神驅馬靈做膽，腳拖1號論文，2號領航才子。要埋呢隻11號加州活力。第4場4班1650米，呢場我要7號皇仁福星做膽，田泰安騎1、2、5磅排第10位。皇仁福星5歲馬，最近跑過3場谷草賽事，最前一場1800米跑咗第2，跟住2場1650米都係跑咗第2啊。賽前積極操練，狀態大勇。星期三晚可以穩位望贏，同埋條片仲有9號美麗歡星，艾少禮騎1、100磅排第8位。美麗歡星6歲馬，上場同皇仁福星影相啊，依家短頭位就跑過第3。星期三晚有力威脅呢個皇仁福星嘅。呢條片係4月30號谷草1650米賽事，紅色箭嘴指住嗰隻就皇仁福星，白色箭嘴喺隔離嗰隻啊就係美麗歡星。翻到嚟皇仁福星就第2，美麗歡星就影輸咗跑第3。咁啊第4場要7號皇仁福星做膽，腳拖6號赤馬雄風、9號美麗歡星同埋10號年年歡呼。第5場4班1000米，呢場我中意隻11號亮寶潘頓騎，嚟香港跑過5次馬，上場跑谷草1000米出閘喺個第3位，翻到嚟跑第2，因為落後2分1馬位。禮拜4潘頓喺草地彈閘，動態積極啊！配腳9號生生勝利，12號搖搖日上，拖埋隻2號胡椒軍曹。第6場4班1200米賽事，呢場我中意6號天下寵兒潘頓騎啊！天下寵兒喺田草連續3場都跑到第2啊！最近2場過嚟谷草跑，一場跑第5，最近一場跑第1嘅。埋門潘頓都試咗一課，馬狀態大勇。配腳要2號超強60、7號聶寶勤，拖埋12號精明勇進。
歡迎免費訂閱 Win 加加，先可以訂閱，再按響鐘，到時有新片會通知到你㗎啦。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請我飲咖啡，多謝各位。第七場3班1200米，呢一場我要6號樂勝天下做膽，梁家俊騎122磅排第5位。樂勝天下4歲馬，嚟香港跑過9場賽事，4場喺沙田跑攞過一個第二一個第三，跟住過嚟谷草跑，最近2場跑谷草1200米，前一場攞第三，上一場就攞第2，輸個頭位。神課操到火紅火綠啊，狀態大勇，星期3可以坐2望1。呢條片係4月30號谷草1200米賽事，但係我紅色轉咗轉嗰隻啊，白帽淺藍衫就樂勝天下。樂勝天下諗住贏得㗎啦，點知俾埋欄嗰隻慳晒位嘅賈二穩影相贏咗佢。第七場啊，我要6號樂勝天下做膽，腳拖5號安康萬里，8號美麗邂逅同埋3號無限美麗。第8場3班1650米，呢場我中意6號佛亮老窩，潘頓騎㗎，最近跑咗4場谷草1200米，攞過一個第三，2個第二啊，上最後上不及。呢次咧就增程跑咗1650米，同血系馬就啱跑㗎，配翻潘頓上陣有力爭勝。配腳2號有財有勢，12號哈羅威，要埋9號紅海勁。第9場3班1200米賽事，呢場我中意天竺貓，何銘年騎嘅，最近跑咗6次谷草呢個1200米賽事啊，攞咗2個第一、2個第二、1個第三，就算輸嗰場都係輸過嚟馬位跑第5。配腳要3號電源之駒，12號金牌活力同埋5號巴閉哥。連贏位置 Q。第3場8號神驅馬靈拖優論文拖埋2號領航才子。第4場7號皇仁福星拖6號赤馬雄風拖埋9號美麗歡聲。第7場6號樂勝天下拖5號安康萬里拖埋8號美麗邂逅。6環彩投注。第4場7號皇仁福星，第5場10號來寶，第6場6號天下寵兒，第7場6號樂勝天下，第8場6號佛亮老窩，第9場1號天竺貓，加埋都係1注飛。3寶投注第一口。第3場2號領航才子同埋8號神驅馬靈。4場7號皇仁福星同埋9號美麗歡聲。第5場1隻11號亮寶。3寶投注第2口。第7場5號安康萬里同埋6號樂勝天下。第8場2號有財有勢同埋6號佛亮老窩。第9場1隻1號天竺貓，加埋4注飛。大家請掃描2維碼請我飲咖啡，因為而家仲未有盈利廣告收入，多謝各位，下期再見。